你有沒有想過，要如何保持腿部強壯穩定，即使到了94歲？隨着年齡的增長，保持腿部力量不僅僅是為了行動方便，更是為了獨立、自信和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。許多老年人發現自己的腿部變得虛弱，連爬樓梯或長時間站立這樣的簡單任務也變得困難。但如果我告訴你，有一種簡單、自然的方法可以增強你的腿部力量，讓你在晚年也能保持強勁有力呢？在這段視頻中，我們將探討6種對老年人保持強健、有彈性腿部有幫助的必需維生素。這些營養物質不僅支持肌肉功能，還能改善血液循環，減少炎症，增強整體行動力。如果你曾經感到腿部很快疲勞，或者擔心隨着年齡增長而失去力量，請跟隨我看完這段視頻。看完這段視頻後，你將知道哪些維生素可以幫助你保持強勁、穩定和充滿活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將發現一個簡單的每日習慣，每天只需一着，就能在保持健康強勁的腿部方面產生巨大的不同。請繼續關注，因為你不會想錯過這個清單上的最後一種維生素。它是大多數人忽視的，但它對整體腿部力量和耐力有着顯著的影響。在我們開始之前，如果你還沒有訂閱，我建議你訂閱並打開提醒鈴聲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視頻。如果你喜歡這段視頻，請在評論區留下1。如果你不喜歡，請留下0，讓我知道如何製作更好的視頻。現在讓我們開始。第一項，維生素 D 的力量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維生素 D 是保持腿部強勁的最重要維生素之一。這種強效營養物質在鈣的吸收、骨骼健康和肌肉功能中起着關鍵作用。缺乏維生素 D 會導致肌肉無力、骨骼脆弱，甚至連從椅子上站起來這樣的簡單動作也會變得困難。許多老年人認為腿部無力是衰老的自然現象，但這並不完全正確。有時，這只是身體缺乏維生素 D 的信號，無法保持肌肉和骨骼的強壯。事實上，研究表明，維生素 D 水平低與老年人跌倒和骨折的風險增加直接相關。如果你曾經感到站立不穩，或者注意到腿部比以前更容易疲勞，這可能是你的身體需要更多這種重要營養物質的信號。要判斷自己是否缺乏維生素 D，可以觀察一天結束時腿部的感覺。它們會疼痛、冇力嗎？即使在休息時，你是否也會經歷意想不到的肌肉痙攣？這些微小的信號可能表明你的身體缺乏這種關鍵維生素。你可能會想，如何確保攝入足夠的維生素 D？最好的來源是陽光。每天在陽光下暴露15到20分鐘可以幫助身體自然產生這種重要營養物質。但隨着年齡的增長，我們的皮膚製造維生素 D 的效率會降低，這就是為什麼許多老年人需要從飲食中額外補充。脂肪豐富的魚類如三文魚和魚、強化奶製品和雞蛋都是維生素 D 的良好來源，但這裡有一個簡單的每日習慣：鱈魚肝油。一隻鱈魚肝油提供大量的維生素 D，正是你的肌肉和骨骼所需要的，以保持強壯。這是一個簡單的習慣，可以在保持腿部穩定、結實和強勁方面產生巨大的不同。有趣的是，許多增加維生素 D 攝入量的老年人表示，他們感覺更有活力，站立更穩，夜間腿部痙攣也減少了。這證明了小小的改變可以帶來巨大的效果。第二項，維生素 B12的肌肉保護力量。如果你曾經感到腿部冇力、疲勞，甚至無緣無故地刺痛，
你可能缺乏肌肉健康最重要的維生素之一，維生素 B12。這種強效營養物質在神經功能、紅細胞生成和氧氣運輸中起着關鍵作用，這些都直接影響到你的腿部力量和耐力。當身體缺乏 B12時，你的腿部可能會開始感到沉重、不協調，甚至麻木。許多老年人不知道 B12 缺乏是非常普遍的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我們的身體從食物中吸收這種重要維生素的效率會降低，因此，即使你吃得很均衡，也可能仍然攝入不足。當 B12 水平低時，你的肌肉得不到足夠的氧氣和營養來保持強壯，這會導致疲勞、不穩定，甚至行走困難。你有沒有注意到，有些天你的腿部感覺很好，而另一些天卻莫名其妙地感到冇力和顫抖？這是 B12 缺乏的典型症狀之一。這種維生素在保持神經系統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，沒有它，大腦和肌肉之間的溝通就會中斷。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會感到腿部有令人沮喪的針刺感。這是一個警告信號，表明他們的神經功能出現了問題。那麼，如何獲得更多的 B12 呢？最豐富的天然來源是動物性產品，如牛肉、家禽、魚類、雞蛋和乳製品。但這裡有一個簡單的每日習慣：營養酵母。這種強效成分富含 B12，容易添加到你的日常飲食中。將其撒在食物上，混入湯中或攪拌進奶昔，你的腿部會感謝你。增加 B12 攝入量的許多老年人很快就會感受到不同，他們會有更多的能量、更好的平衡感，甚至感到腿部力量有所恢復。有些人甚至說，他們感覺自己通過糾正一個簡單的缺乏，恢復了10年的行動力。如果你曾經感到腿部支撐不住，或者想知道為什麼他們不像以前那樣有耐力，這可能就是你需要的。如果你還在觀看並覺得這些信息有用，請在評論區留下2，讓我知道你在關注我。第3項，維生素 C 的關節增強力量。如果你曾經早上醒來感到僵硬，走路時膝蓋疼痛，或者在活動後肌肉恢復緩慢，你的身體可能需要更多的維生素 C。雖然大多數人認為維生素 C 只是免疫增強劑，但它實際上是保持腿部強壯、關節柔韌和肌肉韌性的最重要維生素之一。維生素 C 在體內的一個主要作用是生成膠原蛋白，這是一種有助於保持肌腱、韌帶和軟骨強壯的蛋白質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膠原蛋白的生成會自然減少，這會導致關節變弱、動作僵硬，甚至受傷的風險增加。如果你的腿部感到痠痛、疼痛或不如以前穩定，維生素 C 水平低可能是原因之一。但這還不是全部。維生素 C 是一種強效抗氧化劑，有助於減少體內的炎症。炎症是關節疼痛和肌肉冇力的主要原因之一，缺乏維生素 C 會使身體在體力活動後難以修復自己。這就是為什麼一些老年人發現，散步或鍛煉後他們的腿部恢復得更慢。這不僅僅是衰老的問題，通常是身體需要更多這種重要營養物質的信號。那麼，如何確保每天攝入足夠的維生素 C 呢？柑橘類水果如橙子和葡萄柚是很好的來源，紅椒、草莓和獼猴桃也是如此。但如果你想要一個簡單的方法來獲得集中劑量，這就是我們簡單的每日習慣——西印度櫻桃粉。一隻這種天然超級食品所含的維生素 C 遠遠超過一個橙子，而且很容易混入水或奶昔中。許多增加維生素 C 攝入量的老年人表示，他們的腿部僵硬感減少了，膝蓋更加靈活，
耐力也有所提高。有些人甚至說，他們醒來時感覺更加清新，腿部不再那麼疲勞或無力。這就是通過自然方式修復和增強自身的力量。如果你曾經因膝蓋疼痛、肌肉恢復緩慢，或者只是想保持腿部年輕和強壯，維生素 C 是必不可少的。第4項，維生素 K2的骨骼穩定力量。如果你想在未來多年裏自信地保持強勁的腿部，你需要像關注肌肉一樣關注骨骼。這就是維生素 K2的作用。這種常被忽視的營養物質在將鈣引導到身體正確位置，骨骼和牙齒的同時，防止其進入錯誤位置，如動脈和關節方面起着關鍵作用。許多人認為，只要有鈣就足以建立強健的骨骼，但沒有維生素 K2，鈣可能無法到達最需要的地方。相反，它會在軟組織中積聚，導致僵硬、循環不良，甚至骨折的風險增加。這就是為什麼缺乏 K2的老年人可能會經歷意想不到的腿痛、骨骼脆弱，甚至隨着時間的推移出現駝背。你有沒有注意到，有些人的腿部似乎失去了力量和穩定性，儘管他們攝入了足夠的鈣？這通常是因為身體沒有正確利用鈣。沒有 K2，鈣會沉積在不該沉積的地方，使關節感到僵硬，增加跌倒的風險。那麼，如何確保攝入足夠的這種重要維生素呢？發酵食品如納豆、酸菜和某些奶酪含有大量的 K2，但這裡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來獲得它：草飼黃油或酥油。每天一酌就能提供穩定的維生素 K2供應，有助於保持骨骼強壯、腿部穩定。許多增加 K2攝入量的老年人表示，他們感到腿部有一種新的輕盈感，仿佛移動變得更加容易和自然。許多人甚至說，他們的膝蓋和下背部的疼痛和僵硬減少了。這是一個小小的改變，卻能帶來巨大的不同。如果你曾經擔心骨骼健康或經歷過突然的腿部無力，增加飲食中的 K2可能就是你需要的。如果你還在關注我，請在評論區留下4，讓我知道你覺得這些信息有價值。現在，請繼續關注，因為接下來的維生素不僅僅關乎力量，更關乎每天都充滿活力的腿部。第5項，美的能量增強力量。如果你的腿部曾經感到沉重、疲勞或容易抽筋，你的身體可能需要更多的鎂。這種重要礦物質在肌肉功能、神經健康和能量生成中起着關鍵作用。缺乏鎂會導致你的腿部即使在輕微活動後也感到疲勞，你可能會經歷頻繁的肌肉痙攣、夜間腿部不安或無法解釋的間歇性無力感。鎂通常被稱為放鬆礦物質，因為它有助於肌肉正確地收縮和放鬆。當水平低時，腿部的肌肉會變得緊張，容易痙攣。你有沒有在夜間突然經歷過抽筋，或者在短距離行走後小腿緊繃？這可能是你的身體在發出鎂缺乏的信號。但鎂不僅僅是預防痙攣，它還有助於調節循環，確保氧氣和營養高效地到達你的腿部肌肉。循環不良會導致沉重感，使簡單的動作如站立或爬樓梯變得比實際更困難。這就是為什麼缺乏鎂的老年人經常抱怨腿部無力或反應遲鈍。那麼，如何確保攝入足夠的鎂呢？綠葉蔬菜、堅果、種子和全穀物都是很好的來源，但如果你想要一個簡單的集中補充，這就是每日一酌的習慣。南瓜子，一酌南瓜子提供大量的鎂，有助於放鬆肌肉、改善循環、保持腿部輕盈和充滿活力。許多增加鎂攝入量的老年人會立即感受到不同。
他們會經歷更少的夜間腿部痙攣，站立更穩，甚至發現整體能量水平在白天有所提高。有些人說，他們不在早上醒來時腿部僵硬酸痛，而是感到可以立即行動。如果你曾經因莫名其妙的腿部疲勞、痙攣或那種令人沮喪的沉重感而困擾，你可能就是你需要的。第6項，維生素 E 的循環增強力量。如果你曾經感到腿部很快疲勞，更頻繁地感到寒冷，甚至長時間坐着後稍微腫脹，循環不良可能是問題所在。而增強循環、保持腿部強壯和充滿活力的最佳維生素之一就是維生素 E。維生素 E 作為天然血液稀釋劑，有助於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環，包括腿部。當循環不良時，肌肉得不到足夠的氧氣和營養，導致腿部感到無力、酸痛或沉重。你可能會注意到，短暫的散步後，你的腿部會比以前更快感到酸痛，甚至會經歷刺痛或麻木。這些都是循環需要增強的信號。維生素 E 的一個主要好處是它有助於保持血管的柔韌性和開放性，使富含氧氣的血液能夠更有效地到達腿部肌肉。這就是為什麼增加飲食中維生素 E 的老年人經常發現，他們的腿部感覺更輕盈、更溫暖、更有反應。他們不會那麼快疲勞，有些人甚至發現他們可以走更長的距離而不需要停下來休息。那麼，哪裡可以獲得更多的維生素 E 呢？堅果、種子和酪梨都是很好的來源，但這裡有最簡單的每日攝入方法：小麥胚芽油。這個簡單的習慣提供了豐富的維生素 E 來源，有助於保持腿部充滿活力。只需一個小小的每日添加，就能對你的腿部感覺和功能產生巨大的影響。許多增加維生素 E 攝入量的老年人表示，他們感到站立更穩，腿部腫脹減少，甚至發現皮膚看起來更健康。這是因為維生素 E 不僅改善循環，還能減少炎症，保護體內細胞免受損傷。如果你曾經感到腿部不如以前強壯或有活力，維生素 E 可能是改變這一切的關鍵。如果你還在關注我，請在評論區留下6，讓我知道你覺得這些信息有幫助。最後的想法，現在我們已經討論了6種有助於保持腿部強壯、穩定和充滿活力的必須維生素，讓我們花點時間反思一下我們學到的東西。腿部的力量不僅僅是靠鍛鍊，更是要給身體提供正確的營養，使肌肉、骨骼和循環系統共同支持你。維生素 D 確保你的肌肉和骨骼保持強壯，而維生素 B12有助於保持神經系統功能正常，避免無力或刺痛。維生素 C 增加膠原蛋白生成，減少炎症，保持關節柔韌、無痛。維生素 K2 確保鈣到達骨骼所需的位置，防止僵硬，保持姿勢挺拔。鎂有助於對抗肌肉疲勞和痙攣，保持腿部放鬆和充滿活力。最後，維生素 E 改善循環，確保腿部獲得所需的氧氣和營養，多年來保持強勁。將這些維生素納入你的日常飲食並不複雜，無論是一隻鱈魚肝油、一撮營養酵母、一些西印度櫻桃粉、一份草字黃油、一把南瓜子，還是一隻小麥胚芽油，小小的改變可以對你的腿部感覺和功能產生巨大的影響。最棒的是，許多開始關注這些必須營養的人在幾週內就會注意到改善，步伐更有力，耐力更強，疼痛和不適減少。當你給身體提供它所需要的東西時，它會用活力和力量回報你。感謝今天與我們一起探討，我們喜歡聽到你的反饋，請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今天學到的一件事，
以及你計劃如何在生活中應用它。你的想法對我們非常重要，所以請不要猶豫分享。閱讀你的評論會給我們很大的動力和鼓勵。如果你喜歡這段視頻並覺得有幫助，請點讚、訂閱和分享。你的支持將幫助我們繼續創作優質內容，激勵和啟發你。謝謝觀看，我們期待在下一段視頻中見到你。